王菲曾經問過謝霆鋒一句：我究竟邊一點輸俾佢？短短一句，聽落好平靜，但如果呢句說話真係出自王菲口中，背後代表嘅可能係一段20幾年感情入面最深嘅不甘同無奈。因為講出呢句嘅人唔係普通女人，係王菲，嗰個站喺華語樂壇頂端，見慣風浪，連萬人歡呼都可以淡然面對嘅天后。但偏偏就係咁一個女人，竟然會因為一個名字陷入長久嘅掙扎，而嗰個名字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張柏芝。當然呢個故事外界一直眾說紛紜，但如果從三個人曾經走過嘅人生軌跡去睇，真正令人唏噓嘅地方，並唔係誰勝誰負，而係有啲感情明明愛得好深，最後都未必可以走到最後。2000年香港跑馬地嗰一晚，閃光燈照到成條街都似白晝。31歲嘅王菲拖住20歲嘅謝霆鋒，公開走出人群，嗰個畫面震撼咗成個娛樂圈。因為當時所有人都覺得不可思議，一個係已經站上神壇嘅天后，一個係剛剛出道滿身叛逆氣息嘅少年。年齡差距、身份差距、人生閱歷差距，全部人都話呢段感情唔會長。但當時嘅謝霆鋒根本唔理全世界點睇，佢咁喺鏡頭前承認愛王菲，咁頂住所有質疑，企喺佢身邊。對一個20歲少年嚟講，愛情就係全部。佢以為只要夠愛就可以對抗所有現實，而王菲亦曾經喺呢個少年身上睇到一種久違嘅純粹，因為佢哋其實好似兩個人都唔中意娛樂圈嗰度虛假，兩個人都唔在乎外界眼光，喺其他人眼中佢哋係荒唐嘅組合，但喺彼此眼中，對方可能係唯一一個真正明白自己嘅人。嗰段時間冇婚姻壓力，冇家庭責任，冇柴米油鹽，只有兩個孤獨靈魂靠近，所以嗰份愛先會顯得咁剛烈。但命運最殘酷嘅地方係，越美好嘅開始，有時越需要付出巨大代價。因為謝霆鋒當年嘅少年氣係吸引王菲嘅原因，但同時亦可能係未來最大嘅問題。佢太年輕，年輕到未真正明白愛一個人唔只係陪佢追夢，仲要承擔現實。2002年一場交通事件改變咗謝霆鋒人生，當時嘅輿論風暴鋪天蓋地咁襲來，一個20出頭嘅男人第一次真正面對現實世界嘅壓力，而喺最混亂嘅時候，佢身邊出現咗另一個女人，張柏芝。相比王菲嘅高冷同超脫，張柏芝帶俾謝霆鋒嘅係另一種感覺，更加直接，更加貼近生活，更加有煙火氣。一個係精神世界嘅共鳴，一個係現實生活嘅依靠。而人生好多時候最難選擇嘅唔係你愛邊個，而係當你跌落谷底嗰陣，邊一個人可以接住你。嗰一次選擇亦成為咗王菲同謝霆鋒之間第一次真正嘅裂痕。王菲冇大吵大鬧，亦冇喺鏡頭前控訴，因為佢係王菲，佢有自己嘅驕傲。但嗰一刻，佢可能第一次明白，原來靈魂契合未必可以抵擋現實壓力。少年時代嘅愛情可以轟轟烈烈，但成年人嘅人生仲有責任、家庭同埋無法逃避嘅現實。而呢場分離亦埋下咗日後21年糾纏嘅伏筆。因為多年之後，當兩個人再次重逢，所有人以為呢一次佢哋終於可以戰勝命運，但冇人知道真正嘅考驗先啱啱開始。2014年北京一個秋天嘅下午，冇人估到相隔14年之後，王菲同謝霆鋒竟然再次走返埋一齊。嗰一刻，成個華語娛樂圈都震動，因為呢唔係普通復合，而係一段曾經被所有人認為已經完結嘅感情突然重新開始。當年嘅少年同天后兜兜轉轉一大圈，竟然再次企返喺對方身邊。嗰張流出街嘅照片，王菲喺屋企住簡單家居服，謝霆鋒喺廚房整緊嘢食，行出嚟嗰刻，自然咁攬住佢，一個輕輕嘅吻，令全世界再次相信，原來有啲愛情真係可以等足10幾年。當時所有人都話，佢哋終於打敗時間，呢段感情終於有完美結局。但冇人知道，真正困難嘅部分其實先啱啱開始。因為14年終於改變一個人。2000年嗰個謝霆鋒係一個為愛可以衝破全世界嘅少年，但2014年嘅謝霆鋒已經唔再係嗰個摔吉他嘅叛逆男孩。佢經歷過事業起伏，經歷過輿論風暴，亦經歷過婚姻同家庭嘅變化。嗰個曾經只相信愛情嘅少年，慢慢變成一個更加理性、更加成熟嘅男人。
佢開始追求穩定，追求規律，甚至開始享受生活入面一啲最普通嘅細節，例如煮一道菜，研究火候，控制每一個步驟。有人話呢啲改變係佢成熟嘅證明，但亦有人覺得呢代表佢已經唔再係當年嗰個少年。而王菲其實亦冇停留喺2000年，經歷過婚姻，經歷過人生高低，佢依然係嗰個天后，依然追求自由，追求精神世界嘅契合。佢唔需要太多形式，亦唔在乎外界點睇。所以當兩個人再次相遇，表面上好似回到原點，但其實佢哋都已經唔再係當年嘅自己。呢個先係最殘酷嘅地方，因為人可以重新相遇，但青春唔會重新返嚟。最初嗰份心動可以再出現，但當年嗰種無所畏懼未必可以再次擁有。重逢初期，佢哋確實過得好甜，一齊旅行，一齊生活，一齊享受屬於兩個人嘅世界，冇記者，冇鎂光燈，冇外界干擾，好似終於可以補返當年錯過嘅時光。但時間一耐，現實開始慢慢浮出水面。謝霆鋒唔再只係一個戀人，佢仲有另一個身份，就係父親。兩個孩子始終係佢人生入面無法割捨嘅存在。每一次孩子嘅電話，每一次家庭相關嘅事情，都會提醒佢，佢唔可能永遠只活喺愛情世界入面。而王菲亦慢慢感受到一件事，眼前呢個男人仍然愛自己，但佢嘅人生已經唔可能只圍繞住自己，因為謝霆鋒身上有責任，有過去，有一部分永遠留喺另一段人生入面。呢種感覺唔係普通嘅吃醋，而係一個追求純粹愛情嘅女人第一次面對現實嘅重量。王菲一直相信，真正嘅愛應該係靈魂完全契合，兩個人可以超越年齡，超越身份，超越世俗。但謝霆鋒慢慢發現自己始終係一個凡人，佢需要家庭，需要親情，需要腳踏實地嘅生活。一個想飛向天空，一個想企穩地面，兩個方向開始慢慢出現偏差。最可怕嘅唔係爭吵，而係明明仲愛對方，但開始唔再理解對方。佢哋曾經因為相似而相愛，但多年之後，亦可能因為不同而疲憊。外界仍然沉浸喺世紀複合嘅浪漫故事入面，但只有佢哋知道，重新開始一段舊感情，唔係回到過去，而係要接受一個全新嘅對方。而呢場考驗，最終將逼到王菲問出一句多年來藏喺心入面嘅問題：我究竟邊一點不如佢？因為有啲答案，一旦問出口，就代表一段關係已經走到最關鍵嘅轉折點。感情入面最殘忍嘅，從來唔係第三者出現，而係當你終於發現自己愛咗好耐嘅嗰個人，心入面原來一直都有一個你無法取代嘅位置。對王菲嚟講，呢個位置就係張柏芝。當然，外界講起呢段關係，總會將佢變成一場女人之間嘅比較，但真正嘅問題，從來唔係邊個女人比較好，而係有啲東西係任何人都取代唔到。張柏芝代表嘅唔只係一段過去，而係謝霆鋒人生入面最深刻嘅責任同牽絆。因為兩個孩子嘅存在，令呢段過去永遠唔可能真正消失。謝霆鋒可以放低一段婚姻，可以放低一段感情，但佢唔可能放低父親呢個身份。每一次電話響起，每一次提起孩子，每一次關心佢哋成長，都提醒住謝霆鋒，佢始終有一部分人生屬於另一個世界。而呢一點亦慢慢成為王菲心入面最大嘅矛盾，因為王菲要嘅愛一直都係純粹，佢唔追求外界認可，唔需要婚禮，唔需要一張證書，甚至唔需要向任何人證明。佢相信兩個人真正相愛就足夠。但問題係，謝霆鋒已經唔再係20歲嗰個少年。年輕時佢可以為愛衝動，可以唔顧一切，但經歷過人生風浪之後，佢開始明白，人生唔止係愛情，仲有責任，仲有親情，仲有一啲永遠逃避唔到嘅現實。呢種改變，王菲感受到，而且感受得比任何人都深。佢望住眼前呢個男人，仍然係自己熟悉嘅人，但又好似已經唔完全係當年嗰個人。當年嗰個謝霆鋒會為咗佢同全世界對抗，而今日嘅謝霆鋒會為咗家庭責任選擇沉默，選擇承擔，選擇妥協。呢個轉變對一個追求絕對純粹嘅女人嚟講，可能比離開更加難接受。因為佢唔係輸俾另一個女人，佢係輸俾時間，輸俾人生經歷，輸俾一個男人慢慢長大之後，再也回不到少年時代。所以嗰句我究竟邊一點不如佢，真正想問嘅
其實唔係張柏芝，而係謝霆鋒。佢想知道點解當年你可以為我放棄全世界，但今日你卻有一部分永遠留喺另一個人生。呢個問題困擾住佢好多年，因為王菲太了解謝霆鋒，佢知道謝霆鋒唔係唔愛自己，甚至可能一直都愛，但愛一個人同選擇陪一個人走完人生係兩回事。有時候最深嘅感情反而未必係最後嘅選擇，因為人生太複雜，愛情只係其中一部分。當謝霆鋒開始追求穩定，開始享受煮飯，開始珍惜日常生活，其實代表住佢已經有一個追求浪漫嘅少年，變成一個想落地生活嘅男人。但王菲依然係嗰個追求精神世界嘅天后，佢可以享受兩個人靜靜相處，可以享受音樂，享受自由，但佢未必願意接受一段感情入面永遠有其他重量存在。呢種差異慢慢變成一道無形嘅牆。謝霆鋒越想靠近現實，王菲越覺得距離自己遠。王菲越想守護純粹，謝霆鋒越覺得壓力巨大。兩個人明明仲相愛，但開始用唔同方式理解愛。最痛苦嘅關係唔係冇愛，而係有愛，但已經行唔同方向。外界一直羨慕佢哋，覺得佢哋係娛樂圈最傳奇嘅愛情，覺得兜兜轉轉20幾年仲可以返到對方身邊，就係命中注定。但只有當事人知道，有啲重逢唔係為咗重新開始，而係為咗完成最後一次告別。當所有問題累積到某一晚，當所有不安終於爆發，王菲終於問出口：我究竟邊一點不如佢？而呢句說話亦成為兩個人21年感情入面最痛嘅一次攤牌。因為有啲答案一旦聽到，就再冇辦法假裝唔存在。嗰一晚，房間入面冇有爭吵，冇有眼淚，甚至冇有一句責怪，只有一片令人窒息嘅安靜。王菲望住眼前呢個男人，呢個曾經喺20歲嗰年為咗佢可以同全世界對抗嘅少年。而謝霆鋒亦望住眼前呢個女人，呢個曾經令佢覺得就算失去全世界都值得嘅天后。21年兜兜轉轉，愛過，錯過，重逢，然後再次面對現實。王菲終於問出嗰句：我究竟邊一點不如佢？呢句說話唔係質問，亦唔係輸不起，而係一個女人用盡最後嘅勇氣，想知道自己到底輸喺邊度。謝霆鋒沉默咗好耐，因為佢知道任何一句安慰，任何一句甜言蜜語，都只會更加傷害眼前呢個人。所以最後佢冇選擇逃避，佢只係講出自己心入面最殘酷嘅答案。真正嘅原因唔係王菲唔夠好，更加唔係另一個女人比佢優秀，而係人生走到某個階段，謝霆鋒已經唔再係當年嗰個少年。佢曾經以為愛情可以超越一切，可以超越年齡，超越身份，超越世俗，但歲月教識佢，人始終都要活喺現實世界。佢需要做一個父親，需要承擔責任，需要面對人生入面一啲永遠鎖唔掉嘅牽掛。而王菲太像一場夢，太純粹，太遙遠。年輕嘅時候夢令人注迷，但當一個男人經歷過風雨之後，佢開始想要嘅可能唔再只係夢，而係一份可以落地嘅生活。呢個先係最令人心酸嘅地方。因為王菲冇輸，張柏芝亦冇贏，只係兩個女人，代表住謝霆鋒人生入面完全唔同嘅兩個世界。一個代表青春，代表瘋狂，代表靈魂碰撞；另一個代表家庭，代表責任，代表人生留下嘅痕跡。而謝霆鋒就夾喺呢兩個世界中間，佢愛過王菲，亦珍惜過自己擁有嘅家庭。但人生最殘酷嘅地方就係有時候你唔可以同時擁有所有美好。嗰一刻嘅王菲可能終於明白自己唔係輸俾任何人，佢輸嘅係時間，係命運，係一個男人經歷成長之後再也回唔到最初嗰個自己。所以佢冇哭，冇鬧，冇挽留，因為王菲就係王菲，佢可以深愛一個人，但佢更加懂得保留自己嘅驕傲。有啲愛最終唔係用擁有證明，而係用放手完成。謝霆鋒離開嗰晚冇有轟轟烈烈嘅告別，只係關上一道門，將曾經屬於兩個人嘅青春留喺回憶入面。跑馬地嗰晚嘅牽手，2000年嗰份瘋狂，2014年嗰次重逢，所有美好嘅瞬間最後都變成生命入面一段珍貴回憶。多年之後，謝霆鋒依然繼續自己嘅人生、事業、家庭、責任。佢有當年叛逆少年，變成一個更加成熟嘅男人。而王菲依然係嗰個站喺高處嘅天后，唱歌、生活、追求自己相信嘅世界。
佢哋冇成為童話入面白頭到老嘅戀人，但亦冇成為彼此生命入面嘅陌生人。因為有啲人出現唔係為咗陪你走到最後，而係為咗陪你走過人生中最重要嘅一段路。王菲同謝霆鋒嘅故事最令人唏噓嘅地方，唔係分開，而係佢哋曾經咁深愛到可以改變彼此，但最後依然要向人生低頭。世人總希望愛情有完美結局，希望有情人終成眷屬，但真正嘅人生好多時候冇童話，只有選擇。有啲愛唔係唔夠深，而係深到明白繼續堅持只會令彼此更加痛苦。21年，由少年到成熟，由瘋狂到平靜，由相遇到錯過，佢哋曾經照亮過彼此嘅青春，亦曾經成為對方生命入面最特別嘅存在。最後，天后回到自己嘅天空，凡人回到自己嘅紅塵，各自安好，互不相欠。呢段感情冇輸家，只係命運寫好咗另一個結局。而嗰個曾經震撼整個香港嘅愛情神話，亦終於停留喺最美好嘅回憶入面。